技术抗敌，机性体现高才。我是原来生病前期5大机器人，都是被公理的，一个是水安南地震。
修
得平安。拄伫礼拜从要开始，礼拜中为着保持庄严，请关掉咱的行动的电话，请听福音钟声。我的心因为耶和华来快乐，我的角因为耶和华来压悬，因为我为着你的拯救来欢喜。无有神的亲像耶和华，你以外无别个，也无照盘亲像咱的上帝。大家来学乐，正诗第267首，祈祷的时，即时亦好，请咱起立来吟全首。Go on to
请咱犹原徛地，用新的诫命来告别咱的信仰。新的诫命，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相听。恁若相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生。遐济，大家来交托启示文第35篇，以赛亚书第55章。现着我来启，请遐济来印。启示文第35篇。伊若恁喙焦的，就来就近水。来啊，毋免银，毋免价钱。恁写书开会钱，买迄个未接地的面。恁着留心听我，就会食迄个好面。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归向耶和华，伊要怜悯伊。耶和华讲：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因为天怎样较悬地，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也无过倒转。互野种的有种子。我的喙所讲出的话，也要安尼。决断无空空倒转来我遮。恁出去要欢欢喜喜，大山小山要伫恁的面前出声唱歌。天别发声来退草气。这是要做耶和华的名的纪念。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耶和华上帝啊，阮要学了你，你是独一的真神，你以外无别个，阮着敬拜你，独独侍奉你。你是耶和华以勒，阮的供应者；你是耶和华罗伊，阮的大牧者，养饲保护阮的。阮要全心信靠跟对你。阮要感谢你，因为你做阮溃力的石盘，互阮倚靠你的大能力，做刚强的人，搁赏赐阮最最平安。打阮众人聚集伫遮，恳求你临在伫阮的中间。带领阮的聚会有你的同在眷顾，上帝啊，阮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来认罪，阮实在无够敬畏主、顺服主，有时又搁行伫家己歹的道路，致到阮的犯罪。阮的罪过，互阮甲你隔断，也因为安尼，阮无有彼此顺服，反倒伤害到具体的关系，主你教示阮爱看别人放赢伫家己本身，掠家己做谦卑的，但是阮拢做无够业。
恳求上帝你赦免阮、洗清阮的罪恶，帮助阮伫你的光内面来活，行你的道路。恳求主耶稣借着水的水，借着话语的光照来清气阮，互阮真做圣洁。阮的身躯就是主的圣殿，互主踮伫阮的心中，日日来引带阮。主啊，伫疫情哪来哪无稳定的中间，求你用慈悲、怜悯扶持阮行过传染病的威胁。照你的祝福，赏赐阮有健康、勇健的身体；野生的，你赐予伊能力；软弱的，你要加添伊气力。伫那艰难的时，阮独独要来倚靠主，安息伫主的膝骨下面。求主保守阮教会的青年甲细囝，主啊，你加添因的智慧，伫一礼拜了后的期末考。会当考到好的成绩，求主祝福伫阮每一个兄弟的家庭。丈夫疼家己的妇人人，妇人人也敬重伊的翁婿，因为基督是阮家庭的主，伫主的内面彼此相疼宽容，伫每一个举手投足之间感受彼此的爱。求主你坚固阮众兄弟每一人的信仰。兄弟姊妹彼此关怀，三体祈祷，同齐伫新的一年努力跑走，温群侍奉，建立基督疼的教会。求主帮助林牧师，互伊有大信心、智慧，伫教会的事工顶面会当牧养造就侪侪人。也恳求主帮助阮各个团契会长、首长、小组长。伫新的一年，定调事工的目标，靠着主，阮凡事都会当做。在伫主无有恶正的事，阮伫遮献上感谢甲恳求，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阿免。现我对要用哈利路亚俄罗瓦主带领咱来俄罗上帝。
感谢献歌队用真水的歌声带领咱来学乐，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以弗所书第5章21到33节，台语和译本伫第222页。以弗所书第5章21到33节，现在显着我要用台语和译本来读。以弗所书第5章第21节，就敬畏基督来三顺服。做妇人人的，就顺服家己的丈夫，亲像顺服主一样。因为丈夫做妇人人的头，亲像基督做教会的头，也家己做全体的救主。总是教会顺服基督，妇人人凡事也着安尼顺服丈夫。做丈夫的，恁着疼妇人人，亲像基督疼教会，也替伊献家己，要互伊成圣，是用水的水甲道理来清洗伊，要将伊献互家己，做阳光的教会，无点、无妖面，迄款拢无，就是性无瑕疵。安尼，丈夫着疼伊的妇人人，亲像家己的身体。疼家己的妇人人，就是疼家己，因为袂捌有人怨恨家己的身躯，就是养饲伊、保守伊，亲像基督的款待教会。30节，因为咱就是伊身躯的百体，因为安尼，人要离开父母，结连伊的某，因两个要成做一体。这个奥妙大，我讲伊来自基督甲教会。总是恁人人随个着疼伊的妇人人，亲像家己；也妇人人着敬畏伊的丈夫。现在，我心很深来尊重，我心在对你的梦，提醒我的主。现在，我心很深来尊重，我心在对你的梦，提醒我的主。今仔日林牧师要甲咱正道的信息是：基督疼教会，丈夫疼某。兄弟大平安，咱搁一届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主，阮较无你的恩典，阮的心神听候你，比酒间的人听候天光较切。求主用你的话养饲阮的活命，求主将你的话刻条伫阮心，互阮欢喜你的律法，每日善思。就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多多。阮借着今仔日的信息，互阮的灵性得到成长，阮的生命搁一摆更新来得到改变。愿咱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以弗所书最后伫遮有讲到父母甲囝儿的关系，翁仔某的关系，努力甲主人的关系，以及员工头家的关系，然后第6章即个穿全副的正觉来做属灵的征战，以弗所书就完成。咱今日讲基督疼教会，丈夫疼某，翁仔某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世界难解之题啦，就是欢喜冤家。咱转来到伫创世纪，就知影讲上帝创造男女，这拢是照着伊的形象。所以其实
无虾米人较悬，虾米人较低。上帝创造亚当了后，创造夏娃，请问是用骨头倒一个部分，用身躯用亚当的倒一个骨头做出夏娃？肋骨，肋骨，有人讲毋是用头骨，因为用头骨变做女生敢若伫管查甫人，嘛毋是用脚骨，敢若查甫人用骹甲伊吞打伫骹底骹的，所以用肋骨变仔骨即个其实是平等的艺术，平等。佫一个我感觉真贴切的形容就是讲，即个骨头嘛足侪支是倒一支咧，我感觉讲可能是上我心中的迄支啦，就是讲很贴近心脏。所以嘛有人讲，查某人是查甫人的即个肋骨，就是讲伊甲伊的心是足亲近的，足近我即个心，也是伫保护即个心的。对无？即个肋骨的功能，就是保护你的五脏六腑嘛，特别是个心。所以当查甫人拄到一个伊所心爱的查某人，伊的心就会安那安定落来，来组成一个家庭。看到即个图，咱就真一个愿景，讲阿母本来就是安尼，上帝创造，这是一个奥秘。生命的奥秘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然后结合了离开因的父母，两个成做一体，为对方奉献家己本身。疼妇人人就是疼家己，敬重丈夫也是敬重你家己。上帝予男性有一个有人讲了真夸张耍式，就讲伊想要管理一切，征服一切，但是当你身边的人无法度甲伊安尼尊重、敬重，互伊有面子的时，伊会感觉非常的挫折，非常的失败，伊就会迄个对家己的失望，就会变做大受气，就压起来。妇人人敬重丈夫，嘛是伫敬重伊家己，因为阿母是一体。伊嘛是敬重伊家己的选择。今日的即个《以弗所书》第5章33节讲，人每一个随个就是人人都要，无例外。每一个丈夫拢爱疼伊的某，亲像基督疼教会，为教会献家己、牺牲家己共款。也妇人人着敬重伊的丈夫，亲像敬重主共款，咱就来看即个圣经节请咱掀开咱的圣经，大汉译本222面，第5章以弗所书21节，着敬畏基督，互相顺服。咱拢爱顺服主一样。然后呢，其实你家己分22节到24节是伫讲妇人人。所以，伫夫妻关系内底，这3节、22节、23节、24节是做妇人人的着安那。然后呢，25节开始是伫讲做丈夫的着安那，亲像基督为教会奉献家己，也毋望这个教会会当献予基督，就是互相彼此来奉献牺牲的意思。所以以这个结束来看。23、24、22安尼3节尔，但是做丈夫的好参像责任较重，责任较大，要做头的，就是第25节到33节的头前，拢是在讲丈夫该当如何。所以这个彼此顺服、彼此奉献，是这个三听丈夫的相处之道。这个图咱应该有看过，对无？迄个用这个来意思讲，到底什么意思？丈夫是妇人人的头，这粒头到底是意思？敢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头你看，渐渐这个头在改变，敢是安尼？丈夫的头取代了太太的头。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咱知影西安因在赈灾，因即马拢关伫厝的门禁。因要领即个物资的时阵，要领即个食品的时阵，因爱讲一句话叫做啥物？感谢政府，你无讲明领。意思就是讲，这是有一点愚民呐，就是我要甲你统治，你就袂使有家己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你的意思，我的想法要变做你的想法。所以我想应该毋是安尼对无？丈夫是某的头，毋是讲我要取代你，一切拢爱听我的，我的意见才是意见，应该毋是安尼。所以对这段圣经。伫过去历史中，神学家也是教会界一直有两种的approach， 就是讲一种就是甲伊当作是宝贝，尤其是男性，就会讲对，就是安尼。如果女性拢全部拢完全的顺服，足温顺的，安尼就厝内就拢袂出代志，因为完全顺服嘛。总是伊即个较袂记一项事，就是讲人有软弱。丈夫做真侪决定，无亲像上帝遐尼完美。基督听教会总是翁在听某的时阵，嘛无法度听甲真完全听有限，无亲像上帝听无限。另外一种呢是讲所以既然安尼，咱咧规气拢这段圣经讲了无好，咱莫解释。所以有两种的这个approach 就是分派。一种叫做只要保守派，一种叫做自由前进派。较保守讲上帝启示就照字面安尼来解说就无问题啊！这个真理永远不变，就是普世价值。若是讲这个自由派就讲无啦，这是犹太文化，这是过去的，甚至讲这是叫做沙文主义的遗毒。所以现在你认为？你是我倒一边，还是你徛中央？徛伫中立的立场。所以咱转来到圣经的原文来解说，我想对大家拢有一个提醒一个帮助，互咱搁较明白，到底圣经所讲的头是啥物，要怎样来顺服。这个头意思，咱即马拢这个中文拢会互咱有一个。错误的这个连结，就是你会想为讲头就是首领，就是带头的，就是第一，就是就是较大，这叫做头。我会当做决定，我来判断，我来发布命令，我来做这个裁判者、法官，我来做处罚，还是我来做奖赏。拢是我要怎样？我要家己怎样来注意？这是真好，这是真大的权柄。但是这个圣经原文的意思第一个咱先看21节。你的圣经版本真济，若是较旧的包括我即马手中摕这本台语汉语本，伊是21节、22节。是分开的，伊甲21节归伫头前，顶礼拜圣经就是20节，就接到21节。然后呢，第22节，伊一个就讲，做妇人人着顺服丈夫。安尼大家都有一个印象，讲对，妇人人着爱顺服丈夫。伊说袂记你头前迄句的分段，应该是着敬畏基督。厝的头毋是丈夫嘛，毋是某，是基督。是我家庭的主，唔通袂记你这点，因为人的犯错，上帝袂信哦。所以基督才是真正的头，而且伊爱咱彼此顺服。即马咱有出新的这个台语圣经，我手中这本是只有新约，我想旧约应该拢完成啊，可能伫公报社就通买得到，台湾圣经公会出版的。伊伫遮的分段一定就是将21节
甲22节放做伙，放伫互相顺服。啊，所以你安尼对照一下哈，你家己的版本对照一下。啊，伊头前有一个黑体字，丈夫与妻子，这是人加起的。啊，在分段的时阵加天气的，毋是圣经原本的字。但是伫即个分段内底，伊会加敬畏基督，互相顺服，吼，放伫同一个段落。即马大家新学家学校的新学院的教授、圣经的学者翻译圣经的版本新的，对2021年即个修订版本了，应该拢是用安尼吼，这是正确。佮第二个，即个头的意思，第一个是讲分段，第二即个头的意思其实毋是要统治你啦。我伫厝诶要做头，我就是要统治一切。某爱照我的意思，囝爱照我的意思，吼，甚至随大拢大家拢爱照我的意思，其实毋是安尼。即个头毋是要统管一切，其实即个头伫过去迄个意思是啥物？咱等一下看。但是咱创哦掠做讲头，就是发号施令，也是讲头壳思想是缀伫头壳内底，其实毋对。过去的人伊认为心才是一切，心嘛，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伊的一切，因为你的生命是对思想、对心来定型的。所以因过去讲为什么心会痛痛？因为伊叫是心在想代志，所以互伊伤心的代志，伊的心就插一痛，拄着艰苦，心搁插一搁痛。所以伊认为即个心就是即个，毋那是感受。嘛是迄个想法，所以你搁看即个耶稣的老母，伊将玛利亚将这一切代志安那放伫伊的头脑内底吗？毋是，伊讲放伫伊的心。伊过去还未有即个解剖学，还未有即个人体科学的时阵，伊毋知影头脑的构造就是有即个记忆体是存伫头脑内底，就是放伫心内。所以即个文字的变化。渐甲即个心的迄个讲足感情，心内话甲伊分开，然后头脑变做理性，理智在思考，所以伊才甲即个部分心的即个部分，甲伊摕来即个脑。总是，所以伊讲即个头本来有可能有别个意思，所以咱来看，这是生物学的部分，咱无讲。所以即个头应该是啥物呢？这个希腊文叫做 kelaphe， 这个头毋是要做首领，颠倒是这个头是在讲第二项，这叫做 source， 就是这个头就是大生的，比较早，对不？男性是不是比女性较早出世？是不是先创造亚当才创造？所以生。这个头的意思就是供应的迄个源头的意思，供应的源头。女性是对男性出来，男性爱保护女性，爱供应伊一切需要，来照顾伊扶持。咱过来看这句圣经讲，基督是头人的头，基督就是换句话讲，基督是咱的源头，伊创造一切啊。世界爱无大生就有，然后呢，基督佫供应一切，在万有之上，万有贯穿万有之中，又在众人之内，超乎一切。所以上帝遮尔大，基督用基督来替换，嘛是同款的意思。上帝是基督的头，上帝是基督的供应。然后基督佫是人的头，成做阮的供应甲源头，所以用安尼咱就知影讲原来是先后，毋是大小，是供应，不是统治。咱佫来看耶稣的教导，咱若有圣经会当掀开马太福音第20章25节到28节。马太福音第20章25节到28节，无论你用什么款的版本，
哦，那是台语汉语本的，伫新约圣经真头前，吼，25面的所在，25页，吼，25页，吼，这20章25节到28节，我头大家听吼。哦，耶稣叫因来讲，恁知影？外邦的人群是伫要做主人，要做国王来统治因，来治理因。恁中间的大神嘛是安尼，是咧管辖因。管了好，哦叫做管；管了无好，叫做捆绑，也是迫害，也是捆绑，也是讲剥削，剥削就最严重，剥削，来欺负你、欺负人，然后呢，对人民的中间来摕到好处，对别人的身躯顶来榨取，要甲你身躯顶的物件，你的资源摘出来，互你的变做我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所以伫旧约就讲啊，先知就讲，恁要王，上帝做恁的王，君王敢无好？恁爱设一个王，伊就要安那叫你的囝儿去做兵，甲你抽象，然后你爱纳税金，然后搁爱甲你就是变做君王在管辖。所以伫这个背景的中间，耶稣讲这句话，就是因为伊两个学生来讨官，讨做官位，所以耶稣甲因讲，重点伫后壁，独恁中间唔通安尼，恁中间爱做大个，就要做车营；爱做头，你也讲着，爱做头的，要做萝卜。要为首的，反而要成为仆人。亲像人主来，耶稣唔是要，叫做唔是要享受大家对伊的奉待，伊是愿意为人洗脚屈落来，愿意牺牲放落家己，互上帝引带，牺牲拍破伊的性命，献出伊的性命来赎回罪人。所以这是毋那是丈夫，嘛是咱妇女人爱学习的牺牲的关系。特别今日可能较强调，这个主体基督听教会，丈夫听某，然后呢，基督听教会，教会就爱顺服、温柔、回应主的听。丈夫对某的听、牺牲，毋望太太嘛有所感受来回应，安尼就会变做一个健康良性的循环。所以唔通袂记哩，耶稣的教导，恁中间唔通安尼，拢想要甲人管，无爱互人管；拢想要管别人，无爱接受别人的这个管教。恁中间要做头的，就爱做上落尾的，要做正人的车营。所以用安尼，咱来了解这个头的意思，也明白。唔是要管，唔是要控制，是要供应，而且牺牲到一个程度，这个教会会感动的。教会咱是基督的妇人人，就会感动讲，原来主这么听我也愿意回报主的听。当一个妇人人有感受到这个安全感、信任感、保护。供应伊的需要被满足的时，当然无法度完全每一方面，总是亲爱兄弟，当今仔日如果你转去有发觉，丈夫有在为你付出，渐渐在调整、在改变的时，你也爱正面来甲伊鼓励，来表达你的感激。所以丈夫是太太的头，唔是。这个要发命令，是亲像树头，这个头，这中文嘛真有意思，偏偏是一个头，
树头的意思就是供应，供应，互即丛树仔生了好，来互即丛树仔栽，source 源头，对即个头来吸收营养分、水分，来送到即个叶仔顶面。好，咱搁来看，转来看《以弗所书》后壁伊搁讲到一个字，叫做保养顾惜啦。我毋知为虾米想到保养，我就想到车，保养。但是若是问女生保养，伊就想到虾米？保养品、保养品，所以有的人你去看特别是牵新车、脚踏车也好、机车也好、奥多摆也好，也是即个轿车，牵新车，逐工伫遐撸，逐工伫遐照顾，甚至有人讲，伊的玻璃顶悬若是有指纹伊就马上甲伊切掉。咱对伫咱的太太，敢有遮尔看重？对伫咱的妇人人，伫遮圣经的教导是，疼妇人人就是疼家己。两个人既然是一体，所以妇人人得到保养，得到保障，得到养持，就是家己得到欢喜。礼拜三祈祷的时阵，咱嘛用即个在分享就有一个咩讲有讲笑啦讲笑讲，所以咱太太若是去百货公司要买即个保养品的时候，丈夫就爱讲好无问题。因为圣经讲爱保养，所以爱保养，爱甲伊买落去，太太会当感受到讲丈夫对伊是足重视，对伊是足甘开钱，佮愿意付出，讲这是开用伫伊的身躯顶，互伊的需要被满足。然后呢，伫5章32节。今日最后一个重点，5章32节，咱做伙来读即句好无？32节，来，即个奥妙大，我讲伊来自基督甲教会。总是恁看到投影幕内底的版本是新的即个台语译本的版本，我对即个新的译本抄写落来。伊的翻译是讲，即个经文启示着一个极大的奥秘。保罗讲，照我的理解，这是在基督甲教会。伫规本的圣经是特别伫新约内底，保罗有讲到几解大亲嘛伫即个以弗所嘛讲上帝降世诚做人。即个伊无法度体会，道成肉体，上帝宇宙万物，上帝愿意成做人，这是奥秘，真大真深。然后呢，讲到即个两人成做一体，伊嘛讲这是一个奥秘。然后而且佫讲到一个极大的奥秘，就是31节甲32节。31节咱拢其实较好理解，因为这是旧约本来就有的命令。对安尼，人要离开爸母，甲伊的某结连，两个人翁仔某成做一体。就算脱肉体，也唔惊见效，因为翁仔某变做一体，互相完全的接纳彼此，看出结合。你内底有上帝形象，上帝做男做女，照伊的形象，这咱会当体会。但是你爱看。保罗所讲即句，伊甲即句话连到基督甲耶稣，伊毋是讲翁仔某变做一体，这咱已经知影。但是你看，伊讲我是指啥物？基督甲教会也变做一体，因为基督为教会献家己，教会也应该献家己互基督。翁仔某两人变做一体，基督甲教会变做一体。
人就完全属于伊。基督住伫教会内底，教会也踮伫基督内面。咱诚做基督徒也是安尼，基督就住伫咱的内面，咱也住伫基督的内面。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无论咱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外邦人，咱拢已经变做主内一家人。无论咱是做奴才，也是自由的人，自由人就是毋是做奴隶，咱拢共款。无论咱的伫世间的地位、身份是怎样，咱信主以后，拢对圣神受洗礼，一主一神一神，成做一个身躯。然后呢，对讲就以圣神来临驾来这个隐于一位圣灵，成了一个真理。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伊的身躯，这个是一个奥妙。然后伊佫形容这个头就亲像丈夫是有恁人的头同款，疼教会，疼妇人人，为教会牺牲家己，舍己，牺牲家己。最后有几个甲咱分享，咱要怎样实际来应用伫咱的生活中，就是彼此肯定。照着拄则圣经所讲的原则，咱就爱肯定对方，因为伊内面基督耶稣，肯定对方，对伫即个家庭的贡献、付出、摒扫、整理厝内、传食的买菜。洗衫、煮饭足济，顾囡仔、生囡仔、照顾，足济，陪你开讲，甲咱做伙生活，这拢是爱去肯定的。然后丈夫呢，为着家庭拍拼，为着经济拼经济，为着一寡代志，付出，水电等等一寡较粗重的，丈夫在处理。咱来肯定对方，真侪时阵拢是咱做7、8项，甚至8、9项拢是真好的，但是无一个人甲你肯定，一2项突切小看，我就针对迄2项无好的直直讲，这就是家庭的纠纷，也是无欢喜，人甲人中间对遮来发生。彼此祷告，要祷告，不要控告，要肯定，不要否定。圣经甲咱教爱彼此祈祷啊，所以你讲阿某是安怎适合，无顺嘛，请你去反省你家己，恁是咧祷告比较多，还是咧控告比较多？阿某拢咧搭喙鼓，还是做伙读圣经、三地祈祷，是毋是？所以如果你爱一个夫妻恩爱之道，你都要还是改变，不要控告，要祷告，过来。不要要求，要代求。伊有欠缺，你唔通一直要求讲你这样做无好，迄样做无够，迄样安那佫较好，一直在要求，谁受得了？谁受得了？人拢无完美嘛，渐渐的进步。伊所欠缺，你是毋是会当莫甲伊讲？你甲上帝讲。伊所不足的，伊做了无好势，你先莫用责备的态度甲伊讲，你甲伊放伫祈祷中，为伊祈祷，然后上帝互你智慧。讲这个代志，我怎样会当帮助到伊？就算要讲，我安那讲，较是一个好的讲法，帮助到伊。过来，要相爱，不要相爱，不要伤害。爱相疼，唔通相拼啦。拼到尾啊，无一个人赢。拼到尾啊，老血老弟，你也伤，我也伤。所以这个是真有艺术的夫妻相处，这总共12条。有的是我小可改变的，互咱做参考。要享受，不要忍受。既然要做伙，既然上帝匹配人唔通分开，咱就爱享受这个过程。过来，要领会，不要误会。爱了解，莫误解，要彼此去了解。
为什么这个代志你想，你永远跟我无共？你也去想，为什么女生的头脑跟男生就是无相同？上帝爱咱通过安尼去了解、去体会，然后去学习什么叫做听。听就是无掠家己做中心做出发点，你也去掠对方的立场做出发，这是一个听的基本的原则。为什么伊会做这个代志？为什么会讲这个话？伊为什么会这么艰苦？为什么流目屎有这个感受？你还先去了解，唔通凊彩的结论在判断，安尼你就误会。翁仔某就无法度心连心，无法度甲迄个我了解你，你了解我，我了解你的明白，你明白我的了解。过来，要称赞不要征战，爱称赞唔通争战，爱学乐，爱甲人赞美，爱去看到、欣赏到别人的优点。咱有讲嘛，谦卑就是去欣赏别人的优点，骄傲的人就是永远只有看到别人比你较不足的所在。过来，要激励不要激怒，积极是让对方进步。激怒是让对方退步，也就是生气。你要让伊拢是一种能量，让人激励哇，伊得到新的气力，会当为家庭做更较水的工作。但是激怒呢，人伫生气的内底，什么代志拢做袂好，甚至盘啊摔个破。三定莫三病，爱扶持唔通坚持，这嘛是真困难的。有时咱就是唔肯退让，我就是要坚持我的，无你是要安怎？我就是甚至你对家己讲，有个人个性有实在是足定的，就是伊嘛敢在家己嘅坚持，但是伊讲我就是要坚持，伊对家己讲我就是要安尼，这就是我，伊就是但是其实上帝通过圣神保惠师会有温柔的声在感动阮，改变咱的心。当咱后一届搁在坚持的时阵，希望你会想到这句话：圣神用讲袂出来，讨开为你祈祷。唔通互圣神担忧，唔通互上帝的神忧伤，为着你这个人拢唔肯改变。伫旧约的时阵，有一个王叫做扫罗，伊就是死唔改，死不认错。伊的先知叫做撒母耳，为伊流目屎，为忧伤，为着伤心。上帝甲撒母耳安慰讲：你是要为扫罗，我要废掉伊作用，你要为伊伤心偌久？所以伫咱身躯边嘛有可能有人为咱伤心，圣神阁为咱伤心，但是你唔通消灭圣神的感动。圣神就已经甲你讲啦，少年的，还是讲亲爱的什么人、某咪姊妹、某咪兄弟。你唔通阁坚持这个，圣神一直甲你讲，你唔通拍花这个感动，阁去坚持你的。我就是要安尼，我就是要安尼，我就是安尼，咱就失去上帝真济恩典，错失了生命中真济有机会，本来咱会当改变的机会。帮助求主帮助咱，阿某唔是要彼此安那要互彼此痛苦。是要互彼此得到福气，得到祝福。互阿某本来两个人无共款，但是无到落尾真奇妙。就亲像一开始迄巴度，阿某老夫老妻坐伫坐伫遐，也是圣诗433首讲夫妻保乐，富足主好，家庭和乐圆满，祈祷做咱。这个坚固地基。最后这个就是彼此同工，彼此要同工，不要同工。中文拢共音嘛，但是意思差真济。爱做伙翁仔某同心来做主的工，翁仔某爱同心来听身边的人，翁仔某爱同心以主的教示来管教、养饲、培养咱的细囝。不要同工是什么意思？唔通两个人做伙。在讲别人的歹话，也是唔通在攻击人。爱做伙伫主的厅内底彼此同工。最后结论就是，
为对方献家己。好，咱来看，伫咱的第5章第几节？25节。好，基督听教会，替伊献家己。好，这是第一个献。然后第27节，也要将伊这个伊就是教会献互家己，最阳光的教会。所以你如果甲基督换做丈夫，教会换做某，你就当安尼讲，吼，亲像丈夫听某，替伊奉献家己，牺牲家己，拼扛家己，吼，付出家己，互即个某成圣。然后呢，27节也要将伊就是教会，就是换做某，要互即个某献互家己。因为某听某就是听家己，某两人是一体。这个舍己，最后这张图啊，舍己就是为着对方的好处，甘愿放下家己的权利，甘愿放落自己。为着对方的好处，为着要听对方，你愿意牺牲家己。过去看到这个所在，拢会想到，就是如果拄到歹人甚至对方开枪，你来为某这个当这个枪子，也是某跋到水底，你讲好，我牺牲干嘛要甲伊救。这是一种的舍己，但是更较困难的舍己是伫你生活中的大细项的代志顶悬，你愿意放落家己的权利。我本来有权利下班翘脚捻喙手来看电视配报纸，但是看到某伫遐伫无闲内底无闲外口，伫约这个囡仔伫灶骹伫无闲，你紧放落家己的权利，安那去帮忙，去灶头甲洗一个碗。我讲过，做家事的男人比较长命，比较长寿。看到太太需要，你放落家己的权利，为对方来付出。这是一个基督留予咱的模样甲精神。帮助咱学习基督怎样听教会，丈夫也怎样来听某，某也亲像教会顺服基督。敬重伊的丈夫，咱做伙来吟这个回应的诗，请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是基督是咱家庭的主，是咱翁仔某的主，是咱厝内大大小小众人的主。431首。老师，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全首，来唱这条歌，回应主的名。基督是咱家庭的主，咱父乐有这表父。的是邻家，也是讲话，也是做工，也是教会。基督是咱家庭的主，选择当心家做。诚实三听顺服同情，才会建设美满家庭。基督是咱家庭的主，用伊天白。想思细汉带
第4节，基督是咱家庭的主，伫因带全家归主，暂时兴家庭礼拜，遵主命令，诚心菩萨，基督同在家庭和諧，喜樂充滿大人心內，地主三聽真正幸福，地上家庭變做天國。阿門。咱做同心來祈禱，求主你赦免阮的虧欠。主啊，阮伫家庭、婚姻、夫妻中間，阮有濟失敗甲軟弱，總是懇求你賞賜穩定甲力量，互阮願意順服，互阮願意犧牲，互阮對當開始新的日子、新的一冬、新的一年，願踮佇主的恩典中，佇基督內面做新創造的人，來效法基督怎樣聽教會，為教會犧牲家己。互阮有這款犧牲奉獻的心志，佇家庭、佇婚姻，成做地上的天國。願主你賜福聽你的話，閣照安尼去行的人，互倒行教會每一個兄弟、每一個家庭，活出真理、仁義、聖潔、三聽的見證。願安尼祈禱，奉救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阿門。請坐，咱備辦心來奉獻。奉獻主獻，請羅秀珠執事、劉羅伊執事。
只是宝贝上帝，阮感谢主你的看顾，互阮搁一遍来到主你的圣殿中，互阮用谦卑的心来敬拜你。天父上帝，恳求主将你的话，互阮刻条伫阮的心中，免得阮来得罪你，保守阮的心，赢过一切，互阮来敬畏你，互基督正做阮的头，来顺服主你。但即时，阮的奉献淡薄金钱，做主事工，恳求主你感纳。阮安尼恳求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会众请坐。咱掀开周报第3面，本周的金句我读一遍，大家煞只读2遍。人要离开父母，结连伊的某，因两个要成做一体。这个奥妙大，我讲伊来自基督甲教会，以弗所书5章31到32节。人要离开父母，结连伊的某。因两个要成做一体，这个奥妙大，我讲伊来自基督甲教会，以弗所书5章31到32节。人要离开父母，结连伊的某，因两个要成做一体，这个奥妙大，我讲伊来自基督甲教会，以弗所书5章31到32节。周报的第3面，本周的聚会表、隔礼拜的事奉表，请兄姐甲服侍人员注意来看。周报第4面，本会消息：第一，今仔日中昼12点半伫3楼会议室召开1月份定期的中执会，请中执出席。第二，请各单位的首长检查咱的团契，也是咱的财务报册了后，伫今仔日以前将这个小铺交到办公室。第三，教会也有小春联要赠送互兄姐，请到办公室来领取。第四，1月15拜六上午9点到11点，中会财务部伫柳湾教会举行2021年各教会财务报册的检检，请检校委员桂芳有执事、柯顺英执事，伫今仔日前检查教会的财务报册。另外，事务检查，请事务组准备资料送检。第5，1月16日拜日礼拜了后举行大饼扫。包括要刷除这个咱的圣诞的砖塔，由各团契分区域摒扫。总务部陈木生长老指挥，请咱兄姐先用团契的会长来报名，一律分派工作。若是无参加团契的兄姐，请以咱的年纪来支援各团契。爱餐组备有简单的午餐。区域的分配，咱兄姐家己来看吼，来参加。下骹说明就是咱30岁以下甲支援青少年团契，其他咱家己来看。若是有迄个无法度判定是粪扫的时阵，请下伫咱中的这个大厅吼，来咱总务部来处理。第6点，1月20日拜四伫中华基督教病院召开台中中会第92届春季的议会，牧师代表前往来参加。第7点，并2月20日拜日召开会员好会，请各部组团契献歌队主日学爱伫1月30日进前来提交顶年度的事工的报告，甲今年度事工的计划，
来一直编排咱的合会手册。第8点，定4月初3拜日主日来举行圣礼典。若是要报名洗礼的兄弟，请往咱办公室来报名。林牧师会带领这个医药真理的课程，欢迎咱兄弟来旁听哈。第9点，今仔日礼拜中要举行1月份的受请庆生，名单如下：建清圣乐、大顺爱、大清发、谢婉梅、徐维忠、大培贤、林金銮、陈明才、洪博璇、郑慧文、张碧华、魏启明、尤乃琪、陈淑霞、李宗庆、张聪华、谢小溪、石正浩、陈秀春、陈宗福、张磊峰、苏洪恩、洪瑞进、洪承彦、赖雄耀、陈杰瑞、赖新梅。教会有赠送面线1份，祝福受请生日快乐！下面团契甲小组的消息：第一，中年团契今仔日上午11点20分，伫1楼副堂有聚会。由陈木生长老主理顾问的时间。正月19拜3上午11点要举办迎新会，地点伫豫园花园酒店的温莎咖啡厅哈。旧的客友每一个人是200块，欢迎咱客友踊跃参加。因为咱即马无总务干事赛车吼，所以鼓励咱的客友家己坐公车去吼。若需要登记福音车的，请贵丰有技师报名，纳钱当时来登记伫正月16日截止。迄天65岁以上参加爱记哩早身份证吼。第二，青少年团契今仔日上午11点20分伫5楼聚会，主题是家庭平面图，由会长黄依嘉来主理。下面关怀协会消息：第一，感谢主，咱协会伫2021年度有申请到政府的经费，总共有335500块。这个细项伫遮哈。第一就是包括这费用包括着福音车、机车。税、保险等等吼，还佫有一寡，譬如讲咱冷气嘛装好啊1楼的桌椅拢买新的吼，这支出拢是对协会来支出的。第三说明就是讲，咱政府来申请这个福音车的牌照税免税嘛已经通过吼，一年差不多省10000多块吼。下面本周的大道事项，连面请林牧师来带领咱祈祷。教界的消息，请咱兄弟家己来看吼。周报的第11面有顶周的奉献报告，而且做领袖，若是有错误的，请财务部长林主座长老来反映。好，我补充拄则即个协会吼。这33万是已经申请着啊，就是变做咱的经费。伫即个过程中间，其实咱真欠缺即个关怀干事，所以伫即个中间是罗伊执事佮长老因伫遐咧招总，过来就是迄个福音车免牌照税，就是讲这嘛是申请过来，就是即个车是教会咧使用，嘛是归属伫即个协会但是。意思是讲，咱来使用，来依然是咱的车，但是因为伫协会的关系，所以政府会当免税。若是教会就袂当免税，但是协会有即个好处。伫即个中间，因付出真侪的亏难所以咱是毋是拍普甲因感谢者所有的遮的理事，也是讲遮的志工拢付出真大的心力，伫过去这1年。所以兄弟嘛讲，奇怪，为什么协会支出真侪？因为协会支出包括遮个场地保险、
搁楼骹的即个桌啊，伊啊换新到冷去，这拢是教会在使用，协会嘛有使用无毋对，但是拢即马转做协会在支出，包括福音车将来的保养，遮个油钱嘛拢是转为协会去，所以协会需要一寡钱对教会这边就是所以爱何会先拨过。好，咱来庆祝生日祝遮个寿星来生日快乐，请站起来接受咱的小组长关怀组的礼品宗庆顺爱姐毋通客气咱站起来楼仔顶楼顶送药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永远快乐。感谢主，祝因生日快乐！伫新的一年伫1月份过生日了后，充满主的智慧甲气力。好，咱来看即个关怀代祷的部分今日看到苏慧老师咱拄则伫礼拜前有特别为祈祷伊这2天有讲头壳晕，心脏小可无爽快的喘总是伊有缘打出信心的脚步，甲咱来敬拜，咱来特别为着苏慧老师林老师甲民旭兄来祈祷。也伫即个消息内底咱有看到要为着中立区的立委补选，还有即个罢免案，由主来施行伊的公义，来掌权，因为所有的权拢是对上帝出。求主，互咱台湾有即个福气有好的、优秀的立委伫国会内底来做即个要紧的立法制定法律等等遮个预算遮个工课，智慧百姓嘛有充满着智慧来做正确的判断，也为着桃园即个国际机场最近有一块疫情的产生，因为伊是台湾的第一关所以真侪 Omicron 伫世界流行的时阵，伫即个机场是第一线所以咱为着机场的人员，为着遮个疫情无止到继续来扩散进入到社区的感染，咱邀请兄弟姊妹，咱即时做伙徛起来为着遮个事来祈祷，为着集体关怀，为着台湾的社会，为着政治甲即个疫情，拢得到主你的保守，咱做同心出声来祈祷。需要你来成做家庭的主，也做教会台湾的主。主啊，你疼惜台湾这块土地，求主你来竞选，来采用，来好调，来唤起百姓对土地的认同甲关心。互最最关心伫这个事的人付出因的祈祷，甚至是行动来投票，来做出好的选择。主啊，你掌理万权，天地万物拢是你所有。你也享受属天的气力权柄，掌权伫全地，遍行你的意志。互台湾无底到，搁陷落即个升级到第3级的即个境界。主啊，帮助阮人民阮，阮个人也谨慎阮家己，做好阮防疫的工作。为着第一线的人员、医护人员、消防人员来祈祷，伫机场的遮个所有的同工，为着桃园市长郑文灿甲所有的遮个指挥官来祈祷，很有智慧，很有聪明，来阻挡这个疫情唔通搁摊开散开。主啊，求你来怜悯，或者个被感染的，拢会当得到医治；或者个被隔离的、自主管理的，拢会当守因的本分，无四界爬走。主啊，互阮彼此为着这个事来唤起
百姓的关心甲重视。主啊，求你怜悯，特别看顾林淑慧老师、刘敏君、洪淑婷姐，啊，搁有江明旭啊，伊伫咧大院中，主啊，你拢稳定充满教育因用，你要做阮的君王，做阮的医生，做阮的牧者，阮就无欠亏一件。主，阮要将阮的需要拢带到主你的面前，佮带领真侪新朋友。慧心甲伊妈妈容仪，奇遇甲伊妈妈心灵，佮两个独行国校的小朋友苏雨彩薇，佮有两位医护人员啊，于静、婉仪，甲因的亲人，拢得到主你属天的眷顾，天顶的恩典，圣神的充满。兄弟姊妹的鼓励陪伴，主愿感谢你，将阮放伫笃行教会，互阮成做一家，合做一体，来荣光主你的名。愿感谢你，学了你，愿你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彼此来行平安礼啊！愿主祝福咱身体健康，伫新的一年啊，阁有气力熬做主的工啊！伫家庭也有温暖和谐。夫妻三定。我用主的听心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心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心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心心来听你。啊，这，请咱做伙起立，来因上迎圣诗第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当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愿天父上帝听咱亲像囝儿，愿圣神上帝权能徛起伫恁逐人的心内，愿三位一体上帝甲恁相通，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他者也都必会。
咱今天礼拜到这，大家平安。